来看屏东县春日乡公所甲部落合作办理文书工作坊，这回因要来整理族谱，和社区的居民对照历史文献，知影家族的故事，嘛建立对部落文化的自信。金竹协队详细讨论，这是屏东春日乡所举办的族谱整理工作坊，真侪部落少年人加入活动，借族谱去认捌家族的故事。在做家谱就是一件还蛮特别的一个礼物啦。这样就是我的妈妈也在，然后我的舅姑也在，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然后。陪着我们的小孩子，然后一起做这个家谱。写这个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人让我印象深刻。指导老师邱建伟表示，工作坊带学员去地方采样做口述历史，再个对照亲族的关系甲文献，让学员去把家己的身份找回来。透过这个方式，会当建立对部落的自信。逐步把自己的家族的历史、跟家族的职位，还有他们的家族名找回来哈。那这样的环节哈，不只是鼓励传统领袖持续跟家族建构更多的连结以外，也能够让年轻人透过这样的方式哈，找回对文化的自信感。制作族谱虽然是大工程，不过邱建伟讲，这也是熟悉家己上直接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